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6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箴言第3章13节到18节，以弗所书第1章17节到1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有福的人。基督信仰强调蒙福，因此我们说去宣扬基督信仰呢，就是去传福音。耶稣基督在山上宝训当中也提到了8个蒙祝福的教导与提醒，我们一般称为8福。我们要思考的是，什么样的人能够蒙福，或者是什么样的是真正的蒙福。箴言第3章13节到18节这样说道：寻求智慧的人有福了，找到悟性的人有福了。智慧比银子更有益处，比金金更有价值。智慧远胜过珠宝，你所爱慕的没有一件可以跟它相比。智慧使你长寿，也使你富贵荣华。智慧使你过愉快的生活，领你走平安的道路。聪明人有福了，智慧要给他生命。那么为什么得着智慧的人是有福气的呢？因为根据圣经的教导，敬拜上帝是智慧的开端。亲近上帝的人自然能够蒙福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得到这样的智慧的人呢，比那些得到的金银还要值钱，比宝石还要贵重。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跟它相比。有上帝智慧的人不但能够蒙福，更是能够得到无可比拟的贵重礼物。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也再一次的提到了智慧。他提到上帝赏赐圣灵使人有智慧，也透过这样的智慧来认识上帝。所以圣经非常明白的提到，认识上帝才能够真正的蒙福，成为真正得福的人。这样子不但是能够得到赐福，并且能够得得更丰盛。以弗所书第1章17节到19节，保罗的教导提醒道：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荣耀的天父，把圣灵赐给你们。这圣灵会给你们智慧，启示你们认识上帝。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，好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到的盼望是什么，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的丰富，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的强大。愿主帮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，也成为愿意分享使人蒙福的人。诗篇第8篇，上主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，颂赞你的声音上达诸天，婴儿和幼童一起欢唱。你建造巩固的堡垒，防备敌人，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。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，观看你陈设的月亮星辰，
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必朽的人算什么？你竟关怀他。然而你造他仅低于你自己，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，你让他管理所有被造物，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，都归他管辖。上主，我们的上帝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。感谢上帝将恩福来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成为蒙福的人，也呼召我们成为使人得福的仆人，也让我们因为愿意分享而成为更蒙福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